髖關節係由股骨頭同盤骨嘅髖臼互相連接，佢嘅主要功能係支撐上身嘅重量。關節內嘅表層係由軟骨覆蓋，軟骨具有承重、吸震以及使關節平滑活動嘅功能。髖骨性關節炎係一種軟骨磨損造成嘅機械性疾病，其病變可以分為4期。喺第4期，股骨頭變得扁平或者下塌。髖骨性關節炎係一種常見嘅疾病，65歲以上嘅患病率高達1成，其主要成因包括老年退化、關節創傷、股骨頭缺血性壞死、肥胖，以及髖關節發育不良等。如何診斷？髖骨性關節炎嘅臨床症狀包括疼痛與壓痛、間歇性大腿疼痛、關節僵硬唔可以伸屈，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患者無法自己着襪，以及跛行。此外，X 光或者磁力共振係確診髖骨性關節炎嘅必要工具。髖骨性關節炎嘅治療方案依據年齡、健康狀況同階段性病變而決定。治療早期髖骨性關節炎係一種綜合療法，例如藥物、減肥、改變生活模式、物理治療同埋免負重髖矯形器。而治療末期髖骨性關節炎，手術係最後嘅選擇。非藥物、非手術之免負重髖矯形器為一種首選之機械性治療方法。Med-X T04 免負重髖矯形器嘅應用包括保守治療、術後保護、合併矯形器之物理治療以及人字形支架等。透過3點力學，免負重髖矯形器嘅外翻鉸鏈產生外翻矯力，轉移負重嘅軸心，使患處免負重，從而減壓緩痛。此外，微調拉緊器可以產生外旋力，進一步轉移負重嘅軸心。人工關節置換術後，如果唔將患腿置於外展體位，好容易因為髖關節內收而導致脫臼。呢種情況常見於術後3個月內。免負重髖矯形器主要由外翻鉸鏈同伸屈鉸鏈組成。手術後佩戴免負重髖矯形器，可以限制髖關節內收同伸屈活動，從而防止脫臼。Med-X T04 髖矯形器可以矯正力線，轉移負重軸心，使患處減壓緩痛。患者使用矯形器合併物理治療作術前術後嘅鍛煉，有助於強化肌力同活動關節。佩戴方法：收緊腰帶，使用拉緊器微調緊度，收緊大腿橫帶，收緊大腿斜帶，佩戴後，患者能步行、坐下、臥睡自如。免負重髖矯形器嘅優點包括減壓緩痛、減少用藥及其引起之副作用、優化日常活動同鍛煉、防止惡化、防止脫臼。